早前中國小紅書網民就分享自己分別同個港男同埋陸男拍拖，發覺自己咧更喜歡內地嘅男生啊，陰公。今集就睇下咧，究竟咧中國男人咧有咩咁好？港女係咪應該北上揾老公呢？第七就係手機屏幕一定係我張相。香港嘅男仔呢，手機呢個 wallpaper 呢一定係碧咸、斯朗拿度、汽車、動漫嘅角色。我唔信，而家一定唔會係碧咸同埋斯朗。就算 Victoria 嗰個手機屏幕都唔係碧咸。呢個世界只有一個人個手機屏幕係碧咸。就係碧咸本人，冇錯。Oh, he's such a gentleman. Oh, such a, oh, so handsome. Oh my God. 個高音啲嘅。You're such a good. I love you, David. I love you so much.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tea? 第九，説話更溫柔。香港嘅男仔咧，至少咧就受西方嘅教育，講嘢比較直接。究竟邊個香港嘅男仔，佢至少係受西方嘅教育咧？我認識除咗 David Beckham 冇啦。我識得一個叫 Richard Billingham 咯，像做了一晚例工嗰個 Richard Billingham。我哋香港嘅小朋友邊撚個至少係西方教育，都係受香港嘅教育啫。係啊，點解香港小朋友係受西方嘅教育咧？就算我滿口流利嘅英國腔英語，都係受到 Netflix 嘅 Crown 所影響。咪係咯，呢度係西方教啦，你個樣係西。係啦。早前網上好撚大流量咧，就播年輕嘅俄羅斯女仔咧，表達喺國外對於呢啲中國男人嘅欣賞呢啲咁嘅片。咁我希望咧同中國男人結婚，好撚靚嘅全部都。咁呢啲影片入邊嘅美女咧，多數唔係叫做 Natasha， 就叫 Sophia。呢啲咁樣嘅傳統俄羅斯嘅名 Tanya 係啦，冇錯，好少就叫做 Czechoslovakia 嘅 Shashka。咁啊，不過咧，佢哋個個咧都係講得一口流利嘅普通話。這個中國的男人真的超厲害的，相當嘅帶勁啊！就超死我的呀！我的媽呀！我吹到我隻嘴巴都軟啦我呀！冚家產不停咧抱怨嗰啲俄羅斯嗰啲男人，這個俄羅斯的男人真的不行，每一個都是普京來的。你識唔識多一個俄羅斯嘅男人啊？一個都唔識到，以前識個叫波波夫咯。咩波波夫啊？佢哋好撚多夫㗎，咩夫啦，波波夫啦。呢啲都係飲醉酒。飲醉酒啫，波波夫係游水㗎嘛。冇撚理佢哋啲俄仔啦，冇撚錯啦。即係影片裏邊嗰啲內容啦，全撚部係 AI 嚟嘅，真係好撚誇撚張。中國男人會做家務就唔酗酒，嚇冇睇。中國的五糧液，世界的五糧液。